韩国人气女团 BLACKPINK 最近正在举行世界巡演，2月底抵达马来西亚站时，演唱到一半，成员 Jennie 的麦克风疑似出了问题 ，Rose 看见她紧急冲到后台修麦，二话不说接下她的歌唱部分，展现好默契。而他们最近还登上美国告示牌杂志封面人物。黑色贴身超辣服装登台，韩国人气女团 BLACKPINK 2月底到马来西亚举办演唱会，演出到一半，成员 Jennie 的麦克风疑似出了问题。Jennie 先是摸了身上的麦克风开关，发现没有声音，连唱都没唱，就立刻跑回后台。旁边的主唱 Rose 看见他紧急冲到后台修麦，二话不说接下他的歌唱部分，展现好默契。2分钟过后 ，Jennie 赶回舞台中央，跟上成员表演，而他们巡演之后也会前往北美和欧洲。对镜头放电，展现魅力，4位女孩登上知名美国告示牌 Billboard 杂志的封面人物，成为了南韩女团的第一先例，成为进军美国的第一步。敲定巡回演唱会的同时 ，BLACKPINK 早已开始马不停蹄地登上美国各家电视节目，而台湾嘻哈团体顽童最近也前进美国。看到自己出现在时代广场，顽童成员瘦子兴奋地在电视墙前面跳来跳去。顽童从台湾唱进美国，象征他们正式进军欧美市场。迷途羔羊，逝去的过往就别再回头望。逝去的过往，顽童2月底在北美跑巡演7场表演，1天跑1个城市，门票都是秒杀卖光。专辑广告更登上纽约时代广场，让他们又多了新的里程碑。